开我们的心门，来迎接你的话语。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上主日的福音是马太福音9章36节到10章8节。耶稣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动了慈心，所以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宣讲福音，去收割天国的庄稼。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们使命，但是他没有隐藏他们为了这个使命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所以耶稣就告诫门徒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羊像鸽子。”随后，耶稣就要他们防备他们本族的人，犹太人会逼迫他们，会把他们带到公议会去审讯，他们在各地的会堂会被鞭打，甚至于他们要在外邦的，就是非犹太人以外的君王跟诸侯面前为主做见证。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如果被抓去的时候，你们心里都不要恐惧，当说什么，因为圣灵会把你们要说的话放在你们的心里，要在你里面说话。所以门徒，你们因着耶稣的名，你们会被众人恼恨迫害，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。”当耶稣讲完了所要付出的代价，哇！这些门徒呢，听到这各种逼迫，我们都知道，人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恐惧就油然而生，然后呢，导致方寸大乱，手足无措。包括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。所以今天的福音，马太福音第10章26到33节，主耶稣就用3个不要怕来安慰门徒。然后耶稣讲每一个不要怕背后都有讲不要怕的原因，所以他安慰门徒，强调传福音这样的使命是何等的尊贵，这样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，而义不容辞。所以我们要战胜我们内心的胆怯跟懦弱，而不要怕招惹世人的敌视。真的好，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诠释。来，第一个26节到27节，不要怕传福音被控诉，因为真相将会完全大白。耶稣勉励使徒说：“所以不要怕他们。”那个他们26节上半节，怕他们是指的逼迫者，他就用犹太人最熟悉的那个格言，就说：“因为凡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”耶稣拿这句话做根据，这句话就很像我们所说的：“再怎么密的蛋都有缝。”那这个格言呢，也应用在马可福音4章22节跟路加福音8章17节的比喻里面，都强调我们基督徒不要把灯放在斗底下，要照亮一家的人，就勇敢的做见证。好，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：“看巴的能马五旁，那个将来要真相要大白。”这句话是什么？是针对门徒会被送到公议会去受审，然后呢，仇敌就用假见证、莫须有的罪名控诉你们。这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要鼓起勇气，不要怕被毁谤、遭曲解、被羞辱。我们要展望未来。未来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在审判我，在辱骂我，在污蔑我，在羞辱我，我好像看到将来在上帝白色的大宝座面前，你们这些骂我的、侮辱我的话，每一个话都要讲出来。那时候就真相大白，伟大的上帝就很快为我平反。那些敌视真理的人、重伤的人，将来在光中完全被显露。他们那时候暗中所做的、勾结的、那些捏造的，到时候全部被敞开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对这样的人羞辱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怀忧丧志吗？
然后觉得自怜自哀吗？然后舔伤口吗？都不需要。我们对这种人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，而不是报复的心，因为他们将来在上帝面前的审判是很可怕的。所以目前我们被咒骂所掩盖，但是到那一天，我们的诚实合乎真理完全被显露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价值的被隐藏，到那时候就广为人知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不是看目前所能看见的，我们是看那不能看见的。秘密的恶行跟圣善的美德，将来都会被摊开在日光之下。那所以耶稣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所有的美德都被摊开，他们所有的羞辱、逼迫也被摊开。”所以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个理由以后，说：“你们有理由不要怕。”接着他马上告诉我们27节，鉴于这个不要怕了以后，他就提出明确的指令：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；你们耳中所听到的，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意思就是耶稣私底下跟门徒的教训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宣告出来。他们耳中所听的微声细语，要在公开的场合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是住的都是平房，所以屋顶的那个平房就一层的平房，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公开宣言的天然讲台，在那里大声宣告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我们怎么应用？意思就是我们在读经祷告，在密室当中的灵修，与耶稣基督相遇。我们用受教的耳朵聆听圣言，然后把上帝的话语吸收内化以后，我们要被圣灵感动，使用一个火热的舌头去传开，不管环境顺利，传福音就是我们的本分。所以卫理公会他每次崇拜结束以后，蛮有趣的，都一定唱本分歌。我有本分当尽，我有福音当传，那个很有名的歌。好，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，不要怕，因为真相大白，到时候羞愧的是你们。这样了解吗？我非常欣赏跟佩服有一个人叫欧普拉，他在8岁到11岁的时候，被他3个舅舅每天轮流性侵，结果他到他功成名就的时候，这个人每年奉献捐的钱将近800万美金，所以他是全世界女人奉献最多，也是黑人奉献最多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3个不良的舅舅冲出来羞辱他，讲出那个卖给八卦杂志。结果400多个记者围着他的时候，欧普拉说什么话？他说他们3个人讲的都是事实。如果他们可以成为人的话，我要郑重告诉你们，卑鄙龌龊的是那3个人，我在上帝眼中是尊贵的；肮脏污秽的是那3个人，我在上帝眼中是圣洁的；犯罪犯过的是那3个人，我在上帝眼中是无辜的。谢谢。哇，那400多人听了那个以后，那记者就拼命鼓掌，没有人再问他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生今世在世上会受到各样的羞辱跟侮辱，不要怕了，将来在天上一定揭露出来了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被羞辱的越深的时候，但对不起，是无辜的被羞辱哦，不是你自找苦出哦。被羞辱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着荣耀感跟尊贵感，因为将来你没办法见主的面。好，第二个，耶稣说不要怕宣告福音信仰被杀害，因为我们要敬畏上帝的全能。耶稣基督要门徒分辨2种惧怕，一种是正确的惧怕，一种是不好的惧怕。28节说：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，正要怕他。好，耶稣讲这句话要我们分辨，他是针对众人恼恨门徒，要把门徒置之于死地。好多人都怕死、怕恐惧、怕世人的反对，而不敢做见证，不敢传福音。这是一种为自私怯弱的表现，因为他们这些人再怎么样，只能伤害我们身体次要的部分，就杀身体，他没办法毁灭我们灵魂。所以耶稣强调殉道者，
那个希腊文的殉道就是做见证，同一个字。殉道者毁坏的只是他的身体，而不是他的灵魂，所以不足为惧。但惧怕上帝是健康的，惧怕上帝，我们的圣经翻作敬畏神。敬畏上帝是健康的，敬畏和顺服那配得称颂的全能者。做主的门徒应该惧怕的不是人，而是上帝。所以只有上帝是至高的主。我们若贪生怕死，背弃信仰，怕受迫害而不传福音，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有权把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都毁灭，投进地狱，永远的死亡跟那个，所以处境更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不要害怕，上帝是掌权者。好，第三个，耶稣讲到不怕的理由，他说我们不要怕承认主而被伤害，因为上帝慈爱的眷顾。好，第二个理由讲到上帝是可畏的，所以我们劝人，这是保罗说的。那第三个理由说，是因为上帝是慈爱的，是眷顾我们的。好，28节，告诫门徒不要惧怕杀身体的。他讲这句话，让我们觉得哇胆战，因为杀灵魂的更可怕。可是29节到31节一讲起来，是讲到上帝的另一面。上帝是慈爱的，耶稣为了免于门徒以为上帝是严厉的审判官，或者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，好无情的警察。上帝不是这样子，他说，上帝是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他说，2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他说到天空的小麻雀，尚且蒙主眷顾。以前那个一个牧师在讲这个道翻译的时候说，上帝爱树上的麻雀。结果那个翻译人说，你不要去求我这羽毛球，怎么翻成这样子？是太离谱了。这个小麻雀被天父照顾，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很清楚在说到，将一切可以毁灭于地狱的上帝，也是关怀麻雀生死的上帝。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无所恐惧，因为麻雀是当时最穷的人的食物。公元第3世纪被列为最便宜的禽类，1分银子是古罗马一个铜钱是银币的16分之一。即使这么不值钱的鸟类，也在上帝的眷顾之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怕，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。上帝查看一只麻雀的死，他更看重上帝儿女的死。尽管如此，麻雀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都是要死。这句话并非应许我们基督徒可以躲避苦难、免去死亡，而是说死亡的时间是掌握在我们的天父手里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偶然，直到永远，上帝都守护着我们。所以耶稣就做了第4个做了结论了，在26节跟27节、28节、29到31，从3个不同角度叫我们不要怕。那接着呢，他说因为如果惧怕，我会导致我们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耶稣，然后我们就否认耶稣。所以32节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认我的，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在我父的面前也不认他。所以这2节就把前面3个不要怕做一个总结。28节警告，世人比世人更逼迫更坏的结局是什么？是得不到耶稣在天父面前的承认。这个很特殊的，因为耶稣讲这句话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好讨厌耶稣讲这种话。我觉得耶稣实在太自大了，太自我中心了。我这讲这种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耶稣是不是癫狂呢？是不是有精神病？你们知道台大医学院翻译过一本书，叫做《耶稣的心理分析》，是谁写的？你知道吗？是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叫做他在
非洲做医生的史怀哲写的。他写了那一本书以后，整个图书馆里面整千本的书都拿去烧。这是他医学博士论文。史怀哲拿了3个博士，他第一个是拿的是神学博士，以后再拿了音乐学博士跟那个他写的这个。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揭露出他尊贵的神性，揭露出来。在耶稣的世代中，没有人敢这样主张。尤其这2节圣经是引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说：“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；藐视我的，我必藐视他。”所以这2句话就告诉我们，认耶稣基督，口里相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必须在这2种连结里面2择1，你跟世人连结，或者是在天父的面前与耶稣基督连结，要做一个2择1。好，今天这段圣经解释完了，我们就来谈这段圣经我们怎么去反思，怎么应用。好，今天这段福音里面，耶稣说到3次不要怕，3次不要怕。换句话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基督徒能够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。罗斯福总统曾经，是他嘛？他就标榜说，我们人类有4大自由嘛，对不对？其中一个就免于恐惧的自由。其实他是根据基督的信仰了。可是如果没有基督的信仰，很难，因为我们活在恐惧中，对不对？天不怕地不怕，不见得好。我们都很害怕那些威胁我们，或者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事，我们就会害怕。年轻的时候怕考试，对不对？考试怕不能升学，不能毕业毕业后怕找不到工作，找到工作又怕怎么样？怕工作被精简又不保，然后担心身体出状况，怕人际压力，还怕婚姻危机，怕什么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怕父母离婚，对不对？整天都在活在恐惧当中。等到工作了，怕景气不好，怕时局不稳，怕失去自由民主。年老的时候可能比较超越了但是年老的时候呢，又怕死亡，而且死亡的痛苦，实在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。但基督徒能够把握圣经的原则，坚持福音的真理，福音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好，你还记得我们唱过铠甲歌吗？那个铠甲歌，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呢？因为他用3位一体的上帝，他说：“天父上帝在上面看顾我，眷顾我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万有都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。”那耶稣基督呢？他在前面引导我，在后面支持我，在左右两边陪伴我。那圣灵呢？那住在我里面。那住在我里面的比全世界都还大。那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，天父看顾，耶稣基督陪伴。我们小时候很恐惧的时候，很害怕的时候，需要陪伴。有些年长的人也怕孤单，尤其生病的时候也要家人陪伴。耶稣基督在前后左右陪伴我们，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，比全世界都还大。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。”第30节，天父连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的头发是我们身体最小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掉头发，对不对？我掉得特别厉害，因为我绝顶聪明，快的，上面顶部秃了。那意思就是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最细小的环节，都在他爱的安排之下。所以耶稣要我们信赖天父的照顾，他应许的事，他所应许的事，必定是我们能够承担的。而且在各种考验中，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，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，10章13节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活着没有什么好恐惧的。好，这已经讲这个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免于
恐惧的自由，是因为世人的恐惧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做基督徒会有特别的恐惧，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福音的教导跟事实的价值背道而驰，所以我们信福音、信圣经，就会被人家骂说：“你讨个叛逆啊，你信个笑义啊！”这句话是我爸爸以前天天跟我讲的，天天讲。你信个讨个排带呀，这是信宗教，宗教的是聪明的假公的啦。你有够功利，就这样子，整天就要被骂。好，我们基督徒的圣善生活，对这世界的罪恶跟错谬，其实是用无言的定罪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做坏事，就变成对他们来说是定罪了，势必遭遇磨难跟迫害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退缩，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承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死而复活，升天，在天父的右边掌权。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背后是荣耀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；死亡的背后是复活，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升天。从这样来讲，我们真的不要害怕这些，我们要用神圣的勇气来承担任何人对我们的愤怒。上帝绝不会浪费他一个士兵的性命，连头上的一根头发，他都不会让他掉下去。不过没有经过他允许，不会掉下去。所以，如果在上帝的征战中死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变成个殉道者，能够成为殉道者也不简单呐。因为知道我们肉体的死亡是上帝得胜的机会，战胜死亡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是用爱来面对死亡，用爱来战胜死亡，并且将死亡的意义颠倒过来。死亡本来是毁灭跟失败的事，可是耶稣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，不是被死亡吞灭的死亡。耶稣的死亡是战胜死亡的死亡，不是被死亡战胜的死亡。很拗口哦。意思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了啦，所以他的死亡不是被死亡吞灭了，他是吞灭死亡了。那圣经用吞灭这句话很有趣，好像我们这个房间全部密闭起来，全部暗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你手碰到你的眼睫毛还是看不到手指头。好，等到灯一点亮，请问黑暗跑到哪里去？因为你把它关得很密闭嘛，它跑不出去嘛，跑到哪里去？黑暗被光明吞灭了。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被死亡吞灭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耶稣借着他的死亡，爱的力量，成立新约的机会。在圣餐我们纪念耶稣的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立新约的血，为众人免罪流的。”所以耶稣的死亡战胜了死亡以后，他死里复活。我们基督徒也要与他一同受苦，就要与他一同复活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免于恐惧的自由。哇，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大宪章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内涵，有3个内涵。第一个，不要害怕传福音。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帮助我们稳住生命的舵，支撑导航的盼望，摆脱恐惧的枷锁，安度惊涛骇浪，不要害怕。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唱林友歌。这个林友歌是约翰卫斯理兄弟跟他查理斯卫斯理2个人去爱尔兰传福音的时候，爱尔兰人愤怒到拿石头打他，其中有一群人拿着刀子，整个要杀他。然后约翰卫斯理看到整个那个闹到恐惧到没有办法，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2个兄弟都逃，他们一逃，然后整个追杀的那个整个村民是上百个这样追杀他。那约翰卫斯理就逃到一个房子里面，跟那个人讲说：“可不可以让我进来躲一躲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啊，就跟他让他躲。一躲的时候呢，100多人冲进去搜，搜到没办法了。结果呢，被搜到了，那2个兄弟都从窗口都跳出去，一跳去都后面是森林，就躲在森林里。结果他们2个蹲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们拿着火把，
去找了火把的时候，就怎么找都没有找到约翰威斯利。其实他们就在约翰威斯利的上面，因为约翰威斯利长得好矮，人矮又有好处了。约翰威斯利身高才155呢，我还特别到 Bristol 他的房间跟他比看看，他155，他真的比我还矮。哇，这个是小巨人，他这样躲着的时候都找不到他，找不到他的时候，等他一走了，哇，约翰威斯利就把这段事情就跟查理斯说，哎，写成诗歌，他就写了《林有歌》。写了《林有歌》，这个《林有歌》在英文圣诗里面，常常好几世代200多年来，常常是全世界第1名的。可是我们教会还是不熟悉，连聚会所都让它翻译出来，这很美的歌。《林有歌》，你想一想，一个人在恐惧、被杀、生死交关之下，他没有受到这个叫做创伤症候群，反而把他的经历写成那么美的诗歌，感动人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真的不要怕传福音，我们要克服的怕得罪人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又是上帝的大使，我们的福音是带给人医治灵魂的病，等于我们拥有医治的独门处方跟独门的药方。可是我们不施药，让那些人眼睁睁活活的死掉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而且我们这个大使，我们所传的是什么？使人因着我们得到永生的福分，使他们因我们得到罪的赦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是给人福分呢，不是在拉人入教呢。真的呢，我们才是真的给人福分呢。我有个同学，他家在开观察店。有一次我跟他去同学家说：“你们家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家在做福。”我那时候傻傻的说：“您到那边观察的这福了，做福啊！连卖棺材的说我是使别人因我蒙福，因为棺材上面都写一个福嘛。那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使人蒙福啊！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给人福分，我们是福心，真的帮助人，不要去害怕。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在人面前承认基督，否则的话，有一天基督也会对我们说：“我不认得你们。”所以不讲真理的人，退缩不安，害怕的人，害怕别人知道真相，怕说错，怕前言不对后语。其实我们传福音呢，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传的是福音的内容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是来自基督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不要害怕传福音所遇到的阻力啦。任何一个时代传福音没有轻而易举的啦，很少人，我们都好敬佩、好欣赏彼得，讲一次道3000个人信主，5000个人信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个机会很少啦。但是我们也不会遇到像司提反只有一生只讲一次道，就被3000个石头、5000个石头活活打死。但是司提反被打死殉道，却带出了扫罗信主，扫罗以后就是使徒保罗。所以这个时代，我们遵从独一真神，我们做事跟对罪恶不能妥协，我们坚守原则，我们都会受逼迫了，是正常的了，一定是阻碍的，一定有遇到阻碍。可是敬畏上帝，只要我们敬畏上帝，就能医治我们对人的惧怕。对上帝适当的敬畏，就减少许多无谓的恐惧。因为死不悔改的人，他们要受的永远的刑罚，比死刑更大的毁灭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要怜悯他们。这些阻力，我们就不要害怕。好，第三个，不要害怕是基于对上帝的信赖。真的，耶稣基督3个不要害怕是信赖上帝，因为上帝连那个只值半铜钱的麻雀都疼惜，他的一举一动天父都照顾，何况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。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尊贵太多了。我们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。哇，在天平的两端里面，一边是耶稣基督，一边是我们，那是更尊贵。我们是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哇，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哇，那更何等的尊贵。所以，我们身体的东西里面，
哎呀，能拿得出来的，我所谓是头发啦，因为拔掉的时候最不痛了，同意吗？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会痛啊，这头发比较不会痛，剪掉也不会痛了，因为呢里面有神经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剪掉了哟，惨叫痛，不会。所以丢掉一根头发是极微小的事，人不会太在意。可是天父竟然连小事也关注到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讲说，哎呀，牧师是上帝的什么牧师是上帝的心脏，然后呢，那执事这些会友们呢，我是上帝的宝贝啊，我是上帝的盲肠扁桃腺，是没有被看中的，没有这回事，我们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马太福音他们的教会面临的处境很多的困难。亲爱的，对上帝一信赖就不害怕了。现在年轻人最怕进不了小朋友的小圈圈了，被怕同侪拒绝了。我在东吴大学看到那个新生的愿望啊，我一仔细看4000个新生里面，几乎90%的人都写我到大学希望我能够交到好多朋友，都是这样子，都希望能够打入小圈圈，做他们赞成的事，甚至于坏事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成为中流砥柱。有人说没办法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错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跟那个相反的那个楚留香怎么说？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，对不对？一定为什么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呢？这样，我在某一个单位上班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们在会餐的时候，竟然我们的上司帮我们每一个椅子旁边都叫一个小姐。而且要吃饭前，那个小姐脱下来，里面都没穿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我就马上站起来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去洗个手。”我一出去以后就拦个车子就回去了，就不参加了，就拒绝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像屈原所说的：“众人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所以有个这段圣经教导我们勇敢的承认基督，在人面前承认基督，因为基督，我们承认的真理从基督开始。以他为中心，以他为终结，所以我们的任性 （confession）， 我们的宣告就是基督，他是上帝的道。所以我们现在认他是何等的喜悦，将来在荣耀的世界里被他所认，这是何等的赏赐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刚强壮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们承认基督最好先从谢饭祷告开始的。我以前要认识那个大学的基督徒或者学生基督徒，看看有没有谢饭的。好多人不敢谢饭，都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门。你要干嘛？没有了，擦汗了，不好意思表达。那我也有看到一些基督徒说：“哎 ，I'm a Christian， 我是基督徒。”勇敢的承认，勇敢的承认。好，如果我们勇敢的承认以后，你就发现很多的试探就会离我们而去。很多的朋友说：“哎，不姐，你是基督徒，你这个不能做，这个我们只能够做，那你不要做。”他就告诉我们：“那个你不要去，对不对？黑的你不要去，暗的你不要来。”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以前在军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板常常强迫我们喝酒了，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了，结果老板说：“你是信教的信教不能喝，不能喝。来，我们大家先干回去，大家就拼命喝。其实他弄的洋酒我很想喝。”结果呢，说信教的不能喝，好就不用喝了，不用喝，那就解决了，免掉很多的试探。求主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不要害怕那自战自亲的苦楚，我们要羡慕那永恒无比极重的荣耀。求主施恩怜悯赐福我们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背诵今天的金句。好，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马太福音10章29至31节，我们再一次。